喂喂，女同學，你守下規矩得唔得？喂，阿陳仔，陣間放工有冇街去啊？哦，陳生，乜你個分名叫陳仔啊？幾好聽喎！咪亂叫，輩份比我低嘅人，絕對唔叫得我做陳仔，無規矩。陳生，你等我嚟啊！父親，我上個月寄給你的200元收到了沒有？你的眼睛不舒服，去看醫生，不要聽別人的意見亂吃藥。表舅父託你問我耀宗的情形，我勸你還是不要跟他提的好。三表弟現在還在壁屋監獄，大概再過2個月才夠期放出來。這件事你是知道的。在香港的親友都怕了他，去探他的恐怕只有我了。香港是個大染缸，一不小心跌了下去，後果不堪設想。耀宗在國內還是好好的，一來香港就跌了進去，唉，真可惜。關於你要我回鄉選擇對象的事情，以後提也不要提。我知道我已過了30而立之年，但我還打算攻讀研究院，不想那麼快結婚。這件事你提也不要提了。而學家上，我叫你不要向表舅父提三表弟的事，為什麼你偏要提呢？表舅父聽了，就算要自殺，我也沒有法子。料不到你們老人家也這麼多事的。你說格倫的歐少玲人很好很美，我是知道的。不過我不是對你說過幾百次，我還要攻讀研究院，不打算那麼快結婚的嗎？為什麼你硬要那麼前夾不清的？你再提這件事，我下個月不寄錢給你。陳生，喂 Johnny， 喂，有冇亂咁入去啊？呢度係陳仔小王國嚟㗎，你亂咁入去啊？可能同你朋友冇得做都似啊！啱啊，陳仔。啊，係啦，喂，阿 Johnny 話今晚3年級嗰班新聞系咧，就喺canteen嗰度開 party， 咁啊想話嗌埋你去趁熱鬧，去咪啊？尋日肥姐輸個大眼妹咧，我諗佢實去嘅。咦喂 ，Johnny， 喂咁快選定目標啊？犀利喎！喂，陳仔，去咪啊？畸形。喂，阿陳仔啊，阿 Johnny 琴晚真係識咗嗰個大眼妹喎。